来这是惊险的画面，一个有轻微失智症的老先生，骑机车要到板桥的果菜市场去买菜，结果无知无觉，就把这个机车骑去哩台65线的高架桥顶。热心的民众发现，赶紧来报警。加菜有警察来护送，老先生是平安回去厝。根据着内政部108年12月底统计，台湾老人失智症的人口，这个超过28万人。专家讲，40年后恐惊会超过88万人。到时阵等于是每100个台湾人就将近5个人带着失智症，所以这个失智症嘛是政府真爱注重的问题。地区的拢是车的快速道路，一位老先生看起来惊到啊！伊家机车停伫上内面，只看到警方，伊赶紧热手，因为真无简单，总算等到救车。警方随行去头前解扶咧，刷落来护送伊行到出口。发生伫这个月13号，当时这位老先生要骑车去板桥果菜市场，结果无细意煞骑去台65线道高架桥顶悬。热心的民众发现了，赶紧报警，好佳才有员警，老先生平安回去厝内。后来发现，原来老先生有轻微的失智症。这行为嘛变做社会温柔。根据内政部108年12月底人口的统计，台湾的老年失智症有280783个人，占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7.78%。专家以目前的成长率来算，10年了，台湾的失智人口就会超过46万人，嘛就是每100位台湾人当中就有2位失智者。40年以后，台湾失智人口会超过88万人，等于每100位台湾人就有5位失智患者。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庭面对真大压力，这嘛是未来台湾社会爱思考而且共同面对的问题。